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一起正教。今日我唔係想教你點樣控制孩子，想同你一齊重新理解孩子。如果你曾經因為孩子喺街上面發脾氣，而懷疑自己係唔係一個好嘅爸爸、好嘅媽媽，今集我先想攬一攬你，想象一下星期六嘅下晝，你帶住孩子去超級市場，本來只係想買幾樣嘅日用品，孩子就突然之間望住貨架上面嘅一件玩具，我要買，你就話啦，今日唔買啊。下一秒，孩子就瞓落地，大喊、踢腿、尖叫，成間超級市場突然之間靜咗落嚟。你開始感受到四周圍嘅目光，有人搖頭，有人細細聲講，真係唔識教啊！嗰一刻最崩潰嘅可能唔係孩子，而係家長自己。好多家長都以為自己咁嬲係因為孩子失控，但係其實真正令到我哋情緒爆發嘅，好多時唔係孩子，而係羞愧。我哋開始擔心人哋點樣睇我呢？會唔會覺得我唔識教？我係咪一個失敗嘅父母？如果你曾經有呢啲感受，請你相信你好正常。我想送俾你一句說話：途人嘅目光唔等於你嘅價值。對於好多 ADHD、ASD 同埋其他 SEN 孩子嚟講，情緒爆發並唔係故意反抗，而係大腦已經超出負荷。可能係感官刺激太多，可能係期望落空，可能係轉場太過困難啦，亦都可能係大腦個蓋已經彈開咗。理性大腦暫時離線，同佢講道理啦，聽唔入耳。所以正向教養一直提醒我哋，連結先於修正。而我想再加多一句，先穩定自己，先有能力穩定孩子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個工具 Reset。Recognize 覺察。先問下自己，我而家係因為小朋友喊而緊張，定係因為旁人望住我呢？Exhale， 慢慢呼吸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呼氣，俾自己個神經系統慢慢平靜落嚟。Stay connect， 保持連結，踎低，同孩子保持同一個高度，如果可以用身體輕輕阻隔部分外界嘅視線，唔需要急於講道理，只需要平靜咁講，媽咪喺度，你好失望，我知道你好想要，呢個就係我哋之前分享過嘅3分鐘情緒急救。Encourage，陪伴孩子重新站起來，等孩子慢慢平靜之後，先至一齊離開現場，而唔係喺情緒最高峰嗰一刻教佢規矩，因為情緒先，教育後。最後想送俾大家2句說話。第一句，孩子崩潰嘅時候，唔好急住收拾場面，先收拾自己嘅情緒。第二句，一個平靜嘅大人先至能夠讓孩子大腦冷靜。孩子終有一日會識得自己調節情緒，但係喺學識之前，佢要先借用大人嘅冷靜，借用大人嘅安全感，借用大人嘅穩定。所以如果下次孩子喺街上面再次崩潰，希望你記住，你唔需要急住證明自己係一位好嘅父母，
你只係需要陪伴住你嘅孩子，因為孩子需要嘅唔係一位永遠都唔識尷尬嘅父母，而係一位即使遇到尷尬，仍然願意留喺佢哋身邊嘅父母。多謝你收聽今日嘅一起正教。如果今集嘅內容幫到你，歡迎分享俾另一位正在努力陪伴孩子嘅家長。我哋下次見啦！